我發現身邊10個女仔有8個一到冬天就會手腳冰冷，特別係經期嗰幾日添，我見到都覺得好辛苦啊。但係我發現原來佢哋有個好 work 嘅方法喎，等我今日分享俾你聽啦。其實呢個方法好簡單，就係飲綠寶茶啦。我最初都係聽啲客人講話冬天飲綠寶好暖身，於是就研究咗一下，仲推薦咗俾身邊嘅女仔朋友試添。佢哋飲完之後都不約而同話，朝早起身嘅時候係真係冇咁辛苦，個人都冇咁攰添。佢哋最中意嘅做法就係用保溫壺焗5分鐘，朝早起身第一時間就飲到一杯又濃又滑嘅熱茶，真係由個心暖出嚟啊！成個人都即刻醒晒。佢哋仲話我知，朝早飲完之後啲茶葉千祈唔好倒啊，直接帶翻公司。當下晝覺得凍又或者 lunch 食到飽飽滯滯嘅時候，就加啲熱水再翻泡。就算冇壺，用個普通杯焗5分鐘都得。佢哋仲講笑話呢款茶係佢哋嘅辦公室暖包，幫佢哋頂住辦公室嘅冷氣同工作嘅疲勞。咁點樣先可以飲到好嘅綠寶茶呢？我都整理咗一份小筆記，你只要 follow 我哋 IG 留言暖身攻略，我就會直接 inbox 份筆記同一個白文字嘅優惠碼俾你。用呢個優惠碼買，我哋仲會送你4款試飲裝，等你試咗啱自己口味先再開正裝，唔啱嘅就同你換款，咁就唔使怕買完又唔啱自己啦。